Hello，你哋咪諗住喺多倫多買樓呢？但係你哋又唔知道喺多倫多買樓究竟有啲乜嘢開支，咁就啱啦。今日我會為你哋拆解多倫多嘅物業稅同埋其他隱藏嘅費用，幫你哋避開新買家經常犯嘅錯誤。由物業稅啦到土地轉讓稅啦，呢啲額外嘅開支可能會超出你哋嘅預算，所以記住睇到最後，了解呢啲費用，幫你買樓前做足準備。另外，以下嘅內容呢，只適合於加拿大嘅永久居民或者 citizen， 唔包括海外買家。好，我哋而家即刻開始。Hello， 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呢個頻道，而又想多了解多倫多或者周邊嘅地區嘅生活同樓市資訊，咁就記得訂閱個頻道，仲要撳埋個鐘仔，咁你就第一時間可以知道多倫多或者周邊地區生活同埋樓市嘅資訊。我叫 Jack， 我係多倫多持牌嘅地產代理，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好似你哋咁樣揾我，所以無論你哋諗住買樓、賣樓或者搬嚟多倫多，都可以隨時聯絡我。我嘅聯絡方法喺下邊嘅 description 裏面，我好樂意咁幫你哋手。好，我哋而家即刻去片。首先，我哋睇下物業稅，呢個係每年擁有房屋需要支付嘅開支。多倫多物業稅呢，係根據你嘅房屋係 Municipal Property Assessment Corporation 估值嚟計算嘅，但係 MPAC 嘅估值呢，通常同個市價有少少出入。對於住宅物業，多倫多嘅物業稅大概係 0.8%， 咁即係話，如果你間屋喺 MPAC 嘅估值80萬加幣，咁你每年要支付嘅物業稅大概係6400蚊加幣。但係你要記住咧，物業稅喺唔同嘅城市咧都會有少少出入，所以買樓時一定要查清楚你想買嘅樓嗰個城市嘅物業稅率。例如喺 Mississauga 或者 Markham 咧，呢啲周邊城市嘅稅率咧都係唔同嘅。所以記住要將呢個 cost 計入你嘅預算裏面。跟住落嚟咧，再講講首期。咁 down payment 咧，你要預留幾多錢呢？喺加拿大買樓嘅 down payment 咧，係取決於你買嗰層樓嘅價錢。喺50萬以下嘅物業咧，係 5%。50萬以上到1499990蚊咧，頭嗰50萬咧係 5%。其餘嗰啲咧就係 10%。150萬或以上嘅物業咧係 20%。記住，如果你首期係少過 20% 的話咧，你需要購買按揭違約保險，即係 CMHC 保險。咁我哋用80萬嘅物業做例子啦，頭嗰50萬係 5%， 即係25000蚊，剩低嘅30萬咧係 10%， 即係3萬蚊。咁你嘅 down payment 咧就係25000蚊加埋3萬蚊，總共咧個 down payment 你要俾咧55000蚊。接下來要講咧就係土地轉讓稅。咁呢個咧係買樓嘅時候咧一次性嘅開支嚟嘅。咁多倫多嘅土地轉讓稅咧係根據你嘅房產買嘅時候個價錢嚟計算嘅。如果你買一層樓係 City of Toronto， 譬如 Scarborough、Etobicoke或者 Downtown Toronto 的話咧，你要俾2個土地轉讓稅。咁呢2個土地轉讓稅係乜嘢咧？一個就省級稅，一個係市級稅。所以其實你係俾緊2個稅嘅。用同一個例子啦，如果你買一間屋係80萬加幣的話咧，土地轉讓稅咧喺省級嗰方面咧就大概12475蚊。咁喺市級方面咧就係12475蚊。所以咧，一間80萬加幣嘅屋，你個土地轉讓稅 total 嚟講咧，你係要俾24950蚊。但係如果你買一間屋唔喺 City of Toronto， 譬如喺 Markham、Ajax 的話咧，你只係需要俾省級稅嘅啫。咁同樣係80蚊加幣嘅樓價咧，你只需要俾12475蚊。咁另外，如果你首次置業人士的話咧，你可以合資格拎到政府提供嘅土地轉讓稅回扣，即係 Land Transfer Tax Rebate。
咁喺安省省級方面咧，個 rebate 係4000蚊，而喺 City of Toronto 咧，個 rebate 係4475蚊。咁同樣用翻80萬加幣做例子啦，因為你係首次置業人士，喺 City of Toronto 你所需要俾嘅土地轉讓稅咧係16475蚊，因為佢係減咗8475蚊做一個 rebate。咁喺其他地方，譬如喺 Mississauga、Markham、Richmond Hill、Vaughan 或者 Oakville 的話咧，你個土地轉讓稅咧只係需要俾8475蚊，因為你拎咗安省嘅 Land Transfer Tax Rebate，which is 就係減翻4000蚊。咁呢個就係 for 首次置業人士嘅優惠。咁土地轉讓稅咧，呢個費用咧係一個大額嘅支出嘅，咁只係俾一次嘅啫。所以如果你諗住買樓嘅時候咧，記住計好呢一條數喺你個預算入邊。咁除咗物業稅同埋土地轉讓稅，咁仲有啲乜嘢 hidden cost 係首次買家通常會忽略咧？咁跟住睇下其他唔同嘅 cost 啦。咁第一樣嘢就律師費啦。咁如果你喺多倫多買樓的話，或者安省買樓的話，咁你需要揾一個 lawyer 幫你做一個土地轉讓嘅。咁呢筆費用咧，喺大概1000到2000蚊加幣度啦。咁第二樣嘢就係 home inspection 啦。咁如果你買一啲detached semi-detached townhouse 的話咧，咁我通常都會 recommend 我個 client 去做一個 home inspection before closing 嘅。咁睇層樓有冇一啲重大嘅問題，譬如 foundation problem 或者 structure problem。咁呢個費用咧，大概通常都係400至到800蚊加幣。咁另外就係 title insurance 啦。咁呢個保險咧，最主要就保護你，如果產權發生咗啲重大法律嘅糾紛的話咧，佢可以補償翻部分你嘅損失嘅。咁呢個保險費咧係大概250到500蚊加幣之間。咁另外咧就 mortgage 同埋 appraisal fees 啦。咁如果你需要借 mortgage 的話，咁間銀行或者 lender 咧係需要做一個評估嘅。咁睇下你間樓買咗翻嚟咧，個價錢同個市價咧係咪有出入？咁呢個費用通常大概300到800蚊。咁呢啲咁嘅額外嘅費用咧，加埋埋咧都要幾千蚊加幣嘅。所以你買樓之前咧，最好納入你個預算裡面。咁最後啦，買咗屋之後咧，你亦都要做一啲 maintenance 同埋水電煤嘅開支嘅。係咁，水電煤嘅費用包括啲咩咧？咁包括電啦、煤氣啦、水啦，或者垃圾收集嘅費用啦。咁呢啲費用咧就根據你間屋嘅大小同埋唔同嘅 season 咧，都係有所唔同嘅收費嘅。咁另外，如果你買 house、semi-detached townhouse 的話咧，咁你都要額外做啲 maintenance 嘅，譬如剪草鏟雪啊。如果間屋住耐咗的話咧，你都需要預留額外個開支咧，幫間屋做一啲維修。咁另外，如果你係買 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的話咧，咁每個月咧都會有管理費嘅。咁管理費咧大概每個月300到1000蚊不等。咁就根據你買嗰間 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嘅大細，同埋睇下間屋有幾嚿而收呢個管理費嘅。咁總結嚟講，你多倫多或者安省買樓，一定要了解呢啲物業稅同埋其他唔同嘅費用。咁第一就係物業稅啦，咁根據房屋估值嚟計算年度嘅費用嘅。咁第二就係土地轉讓稅啦，喺買樓時嘅一次性要俾嘅開支。咁 transaction fees 啦，咁 transaction fees 包括律師費啦、home inspection 啦、title insurance 等等。咁呢啲費用咧，亦都係一次性嘅。第四咧就 maintenance 啦，同埋水電煤費用。咁呢個就係長期嘅開支嚟㗎啦。最後我都戴定個頭盔先。以上所有數字同銀碼咧，喺你睇呢條片嘅時候咧，都可能有變動嘅。尤其是係物業稅啦、土地轉讓稅啦，因為每年政府咧公佈嘅稅率咧都係有唔同嘅，所以你哋買樓之前咧，最好都係諮詢一下相關嘅專業人士。以上所有數字咧，只係俾你哋做參考嘅啫。記住，買樓係一個長期嘅開支同埋責任嚟嘅。了解呢啲費用同埋開支咧，可以幫你哋更加好做你哋嘅財務策劃。希望呢條片咧可以幫到你哋手啦。如果你哋覺得呢條片有用的話，記住俾個 like、comment 同埋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多謝收睇，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